鸟一开，面包香扑鼻而来，有点像传统的那个，里面像那个就是像外面的馒头，但是那个外观又很像法国的那一种，法式焦焦的那一种。不一样的口感来自原料的把关。这款红酒桂圆果粒直接过境精选的面粉烘焙，但香料和酥油都是多余，尽泄不敏。坊间做法做不出记忆中想要的单纯风味，宁愿舍弃。食材的搭配可以天马行空，朗姆酒、青葡萄干、杏仁角、客家吉皮丁，入口满嘴清香，客人说有种节庆的味道。这刚出炉对不对？对。哦，这些的吃都用哎，这些肉吃都用哎，吃起来感觉如何？然后是很好吃。老板娘进炉了。面包品质进窑就见真功夫，完全门外汉的罗新妹退休后从零出发，要盖砖窑做面包的梦想，一开始让务实的先生极度担心。真的，为了这个窑冷战啊，是不是？不讲话。我怎么知道呢？我说事情过了我就忘了。还好尝试过程中连 NG 面包都抢手，让夫妻俩定了心。其实那时候我们做我们所谓的失败，拿给朋友吃有没有？他们说以后你失败都给我，因为他说跟外面的比起来不一样，太好吃了。妻子的拼劲感动了陈德兴，两个人一起全心投入，让南庄山间的窑烤面包香渐渐扩散。很多人让自己的梦想留在想象里，而我们看到的这对夫妻档，因为一直不放弃，所以他们的梦想面包终于被尝到、被肯定。而如果每个人也像他们一样，那么梦想就能被看到、被听到、被实现。吃起来吃到用的，懂好食；吃起来吃到用的，懂好食。